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 Alright, alright. 各位兄弟平安，还剩2分钟就要开始，请大家用预备心来敬拜咱的上帝。 Your love is never in doubt. I wanna love you like you love me. I wanna love you like you love me. I'm falling into you. 'Cause no one's gonna love me like you do. Alright. I've got nothing to lose. So I can't stop, 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 Alright, alright. I wanna love you like you love me. I wanna love you like you love me. Oh yeah, I'm falling into you. 'Cause no one's gonna love me like you do, yeah. I've got nothing to lose, so can't stop, 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 My God, oh my God. 'Cause no one's gonna love me like you do. Alright, I've got nothing to lose, so I can't stop.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准时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我相信这是上帝真欢喜的，因为上帝早就在等咱，对无？阿门。你甲隔壁讲，你会准时，上帝欢喜来。你会准时，上帝欢喜。虽然拄啊开始无真侪人吼，兄弟姊妹渐渐入来，总是我相信咱为着因祈祷，互因伫路上会当平安，这足重要，对无？阿门。吼，特别牧师讲，咱即摆要出入即个路口，袂使直接过哦，对无？爱行啥物？斑马线。哦，斑马线，台语要安怎讲？我煞袂晓讲去吼，斑马线台语要安怎讲？爱行人行道啦，哦，对无？人行道嘛吼，人行道听较有啦吼。好，这时阵请咱大家起立。牧师看到这2礼拜看到久久要回来的 Amos 吼，心内真欢喜。我相信上帝的灵嘛伫伊的内面。伊来敬拜，我相信就像咱一般样，用欢喜的心来到遮，上帝欢喜，嘛要听咱的祈祷。阿门。阿门。咱搁甲隔壁讲，今仔日你的祈祷，上帝拢要应允来。今日你的祈祷，上帝拢要应允。阿门。所以好无牧师邀请咱先来用主祷文速读圣经，咱做伙来宣告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阵，咱大家恬静，用安静的心，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来体会，咱的灵会当甲圣神相通。这个美妙的时刻，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伫这个时刻，咱要求圣神，欢迎圣神来伫咱的内中。帮助咱，互咱的敬拜
拢伫伊的内面，充满欢喜，充满喜乐平安，也充满上帝的应允。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承认你；圣神，我承认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充满我，圣神充满我。主愿学乐你，要到伫你面前，愿要开声来学乐。阮的灵若开，阮的喙若开，阮的灵就开，就会当将上好的来献予你。今仔日，阮做伙要献祭伫你面前，愿你欢喜感纳，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讲来，阿门，阿门。啊，咱将掌声来归予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咱带着信心享受互阮的喜乐，咱做伙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大声用哈利路亚来学录音。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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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恩有耀，都归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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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冠冕，都归给咱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加油！我下来，我咱的主。你宝座前，我献出我的敬拜，我高鼓相求，大声敬拜，我救恩归你宝座的上帝。你宝座前，今天在跑龙敬拜。
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主耶稣来，伊要互咱得到活命，阿门。而且得到更加丰盛的活命。阿门。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学落伊。哈利路亚。所听我在你，因为记在你心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的救有体上，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我心里面呀呀，我那爱你到落尾，你没说我你的美，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哈利路亚！主耶稣对咱的条永远袂改变，一定会牵咱的手，疼咱到落尾。这是咱请姊妹带会众来迎。会众来迎第二站，耶稣听我三工行，伫我心里面行行，我若爱伊到落尾，伊要带我离离。咱各位来迎，主耶稣听我。主耶稣
咱的上帝是祝福的上帝，咱的上帝是医治的上帝，咱的上帝是赏赐平安甲福气的上帝。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学落去。上帝的荣耀，强壮传扬，奇妙的作为，天开相助，万民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我的上帝。做的新的充满荣耀，万民敬拜传的上帝，完美尊崇你，新的荣耀尊贵，灵力拢归于你。一个时刻，这个时刻是祈祷的时阵，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嘛为着这个社会来祈祷，按照圣神伫你心内的感动，
你要祈祷的，上帝一定应允。阿门。阿门。因为咱是尊重伊的，咱是奉伊的名组织伫遮的，咱也奉伊的名将心内的感动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啊，无咱为着咱本身，为着咱的家庭，为着教会，为着这个国家社会，咱开声来祈祷，按照你的感动，咱来祈祷后来，咱讲主啊主啊三声了后，咱大声来祈祷，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主，阮感谢俄罗你，阮伫遮尊重你的名，阮奉你的名组织的时阵，你保守伫遮，你阿乐听我的祈祷，阮伫心内面的感动，我要对主你讲，主啊，愿你听你美妙的旨意，主，阮恳求你，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互阮的国家会当恢复迄个特殊，互阮的国家是有特殊的，是上帝所带领的。带来荣耀的未来的，祝你帮助，互阮逐样的代志，阮拢挂靠你得胜。祝这个大这个世界的变动，国际的流动，阮拢知影，路要伫你的内面来成就，更较美妙的旨意。然后阮敬拜你，尊重你，阮为着阮教会来祈祷，阮恳求你，我哋教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互阮每一届的这个幸福小组。这些人归往伫你内面，真叫你欢喜的行义。多谢你，阮伫这届的幸福小组看见这些人归往伫你，修行的是丰盛的，伫你内面来成就你美妙的祝福。多谢你，这是你带领的教会，你祝福的教会，来祝福阮每一人家庭，伫阮敬拜内面，得到你的和乐。哈利路亚，感谢你。上帝，最地不着的，心地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上帝，完美尊重你，心地荣耀尊贵，灵命落归地里。主，阮多谢你，每一个礼拜日，阮甲伊分别做成来到你面前，让阮会当看见，甲阮做伙敬拜，隔壁、后壁、头前，阮遮的正兄弟姊妹的时阵，阮心就乐乐，多谢你，因为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你带领阮平安，互阮会当带着平安的祭来到你面前。我嘛要将家己当作活祭来奉献予你。阮的敬拜是专业的敬拜，是互你欢喜的敬拜。也阮伫你内面所求的，你要应允要来成。多谢你眷顾阮，眷顾阮的家，眷顾阮的教会，阮的社会国家，这事事项项，阮日日摆列伫你面前，愿你欢喜接纳阮所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127篇第1节到第5节。请咱做伙共读，请。厝底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着空空劳苦；神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无的人着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晚晚早困，拖我趁食嘛无采工。上使做听的人，伊互因放弃。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赏。少年的时生的囝儿，亲像勇士手中的箭。种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
因伫社门口甲对敌争辩，拢袂直到见效。圣经到读到遮，愿上帝的话语踮伫咱的心内。即是咱请本堂潘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家庭喜乐兴盛的秘诀。阿门，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倒转来到伫咱的圣殿来敬拜上帝，拢是家庭兴旺的人。阿门。感谢主，因为即个恩典，互咱会当大家伫遮组织，所以即马伫教会会当组织来敬拜上帝，这也是上帝特别所拣选的。阿门。你来甲隔壁，你甲伊讲，你的敬拜上帝上欢喜。哈利路亚！咱今仔日要来看一节的圣经节，就是第4篇。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啥物？咱来讲一摆，看卖来。有几个会记的？拄仔咱的书会才讲过尔。咱的主题是啥物？家庭喜乐兴盛的秘诀。哈利路亚！咱即个是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宣告上帝的话，就是咱的开力，咱做伙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开力的源头。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伫进入5月常常互咱想到的是啥物节庆？母亲节。所以咧，伫5月时阵，常常大家会讲，这是一个家庭月。家庭的月，是因为伫即个月内面，有真侪人伫遮透过母亲节，伫孝念咱家己的老母。每一个兄弟姊妹坐伫遮的，咱拢有经历到，咱的老母将咱生出来，来到伫咱的太太，咱的家庭，嘛有生出遮的后代。所以真奇妙，人的一个源头，拢是对家庭来。所以，咱的家庭喜乐兴盛，这是上帝创造咱每一个家庭的意义。所以，牧师要来问咱：你感觉你的家庭上帝保守到呾？你的家庭有喜乐无？你的家庭喜乐的情景是啥物货？是大家去餐厅食咧，安尼热热就倒来，或者是你的家庭的喜乐是大家常常会当做伙食饭，搁会当做伙分享上帝的听，做伙祈祷。哇！你的喜乐是啥物款的？迄个画面，你感觉你的家庭是喜乐的？哇！兄弟姊妹爸母甲囝儿常常有真好的话伫遐三对谈、三分享，大家会当互相祝福。你的家庭真喜乐的，或者是家庭伫厝的内面常常大细声。然后你毋插我毋插你，我食你的，你食你的，好亲像共住伫一间厝，但是真少讲话，是讲上班转来然后转来时间晚，所以嘛真少拄着囝，真少嘛拄着老爸，因为大家拢咧上班咧无闲。牧师要来问咱哦，咱伫上帝的内面，你感觉你的家庭是真喜乐的？喜乐的？你的家庭是喜乐的，举手一下。牧师会详细看哦。好，真棒诶！当你举手的，上帝嘛要互你的家庭搁较兴盛、幸福，搁较幸福。上帝互咱的家庭喜乐，搁较喜乐。阿门。你来甲隔壁，你甲伊讲，你的家庭是喜乐搁兴盛的。所以上帝伊创造咱的家庭，这是上帝想事要互咱的家庭，本来就是喜乐、兴盛甲幸福。咱的上帝敢会讲创造咱的家庭，是要互咱的家庭伫遐冤家来了相欠债，敢有？毋是哦，这是民间的观念文化。总是咱是信耶稣基督的，
咱的家庭原本，咱结婚了后，咱甲咱的父母、甲咱的囝儿，顶代咱即代下面，上帝原本的意思就是要互你的家庭复兴、家庭兴旺。阿门。所以咱一定爱有先清楚了解，原来伫我的家庭，我即摆要娶某啊，哇！我即摆甲我的丈夫，我离开我的厝，甲我的丈夫，我的家庭，哇！我的囡仔要出来啊，到底我的家庭将来会成做是啥物款的家庭？咱着爱先思想，因为咱有上帝做咱的根本，所以咱的家庭一定爱喜乐、兴盛、甲幸福。所以，假使咱的家庭即摆状况无和谐，关系无好，或者是袂相对望，那安尼咱的家庭伫信仰的根基的顶悬已经有问题，有出问题。所以，那安尼，咱今仔日伫上帝话内面，咱会当将咱的家庭，甲上帝求上帝，你予我的家庭会当倒转来到伫上帝你原来的设计内面。上帝原来设计咱的家庭是喜乐兴盛的家庭，阿门吗？咱讲喜乐兴盛来，喜乐是，所以拄则牧师在问咱的时阵，我有看到真侪人举手，嘛有真侪人无举手。伫即马即个世代内面，咱知影种种的问题，大家对世界的未来是带着一款的消极甲绝望。但是咱基督徒伫上帝所创造的内面，咱是积极的。咱是有愿望的，但是要有愿望的家庭，要兴盛的家庭，要复兴的家庭是有秘诀的。毋知你有啥物秘诀无？所以你即马会当有一款的你家己对你家庭的迄个图像，你想象伫5年了后，你的家庭是怎样？你想象你的孙仔、你的囝儿、媳妇，伫5年了后，迄个孙仔大汉了，会成做啥物款的囡仔？咱捌想象过无？咱好亲像真少咧想象。牧师甲咱讲，想象就是上帝对咱，互咱的一个祝福。所以你必须爱有迄个画面，就亲像即个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就是因为上帝，互伊有迄款的影像，有迄个想象出来。然后阿伯拉罕就真勇敢去甲伊想象，所以阿伯拉罕有成就无？有，上帝就照着伊。会想象、想述伫阿伯拉罕的身上，所以阿伯拉罕伊互伊的家庭子孙会当非常的兴旺，是因为伊对想象来，包括因为伊侍奉耶和华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喜乐的家庭的秘诀真重要，就是爱倒来到伫圣经内面。咱的圣经一开始就是咧讲家庭，圣经所有的拢是咧讲家庭。咱来想看觅。阿伯拉罕有咧讲伊的家庭无？有无？夏娃、阿当有咧讲伊的家庭无？有。那阿有咧讲伊的家庭无？包括咱的耶稣有讲伊的家庭无？规个圣经拢是咧讲家庭，所以上帝上重视咱的家庭。上帝伊想事的，就是要互咱的家庭是家庭哦，毋是你个人好就好，是规个家庭拢要好起来。所以每一工读圣经。就是咱家庭兴旺的一个秘诀之一。逐工你若读圣经，你敢知？你就等于进入到伫天堂的一部分啊！哇！因为圣经所记载，拢是伫上帝国的内面。当你看你读的时，你就已经是进入到天堂，就亲像在伫地，那亲像伫天。阿门。所以上帝伊讲，咱伫侍奉的内面。伊就要祝福伫咱，因为侍奉的人，上帝就要侍奉伊。阿门。来，甲隔壁，你用真大的信心甲伊讲，你侍奉上帝，上帝侍奉你的家庭。你感觉即句话你真认同的？你大声讲阿门。哈利路亚！你有在侍奉上帝无？咱的教会有做人咧侍奉上帝。咱来到伫教会礼拜。到伫教会服侍，毋管你服侍伫什物款的职务内面，伫什物款的工作内面，你服侍上帝，上帝就服侍你。所以，咱的上帝，伊是遮尔疼咱，佮真甘心
分享，真甘心将伊的产业来赏赐予咱。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面，哇！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内，你佫会记即几句话无？好，咱的圣经内面拄则伊讲，若毋是耶和华伊建伫咱的厝体，建伫的人就空着磨。所以伫即段的圣经内面，主要伫讲的就是透过所罗门老伊所写的诗，伫甲咱讲，伊对伊的经验伫讲，伊做一个国王，做一个王，伊起造伊的厝，然后伊起造城墙，为着伊的国家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总是伊到人生，伊行到一个段落，伊感受到一个真重要的关键。若毋是耶和华上帝固守你的厝，若毋是耶和华上帝固守你的财产、你的产业，你所固守的，拢空着磨。你阿们嘛？是，所以伊咧讲，咱起造家室，起造房屋是啥物意思？毋是咱咧讲咱咧起厝哦，毋是咧起即个外口的厝那点。伊所讲的就是，你建立你的家室，你娶某。结婚，你有囝，这叫做建立你的家室，建造房屋是这个意思。然后，假使你若无甲上帝结连，你无将你的厝里的人，你无将你的丈夫，无将你的翁婿，无将你的囝儿带来认捌耶和华上帝，那安尼，你搁较有钱，你的名声官位搁较悬，你的家庭永远无伫圣神的带领祝福的内面。所以，咱看到伫即卖的社会内面，真济的家庭经济好甲，伊开的车是非常好的，大的厝是足好的豪宅，但是因的家庭最充满着背叛、屈辱，婚姻会出问题。所以，咱就看到对外表来看，搁较好，总是若无连接伫上帝，搁较好，永远是空的。城市咧，咱建设即个国家。然后，咱建设一个真大咱家己的产业，若无上帝来甲你固守，你知无？同款，魔鬼就趁着迄个芳，然后对咱的产业来淘汰去。牧师，我的老爸，我的外家，我的老爸伫我的阿公有留一个真差不多一家的田地互伊。这对囝儿，我的老爸阁是独生仔，然后我阿公将这个财产留互我的老爸的时阵，因为这个田园甲隔壁的人小可有去磕着，所以想要甲伊画清楚。了后，老爸在甲迄个隔壁田的人咧甲伊讲的时阵，迄个隔壁田的人，伊就无爱甲伊画互好势。后来，我的老爸就请大师来甲对方讲，来甲对方讲的时阵，对方嘛无爱，伊就是讲我就是安尼，所以伊嘛要占你的土地。后来，我的老爸心内就非常的无欢喜，感觉即个地应该得爱分互清楚。了后来，我的老爸就甲大师讲，大师，假使即块地，你若甲对方讲会过，若安尼，这个地。我无要摕到，拢算你的。全迄个地，全要送互迄个大师啦。到尾大师有讲赢无？当然，伊拼命就爱讲甲赢，结果咧大师赢。阮老爸讲出来话爱准算，哇！规家地全拢送互迄个大师。后来有后悔无？当然后悔。所以你看，咱的产业若无上帝在固守。人你去安怎固守，嘛是空着磨。兄弟姊妹，咱看到咱的厝，咱买真济厝，也是咱有真济产业，咱有真济股票，咱有真济金钱的来源。总是你若无有上帝来固守，那遮个什么时阵要崩盘，咱拢毋知。总是咱爱求上帝来固守。求上帝固守是啥物话？就是你爱甲上帝结连，你会当甲上帝有建立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什么真亲密的关系？就是咱来侍奉咱的上帝。所以
咱讲我甲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阿门吗？因为当你侍奉耶和华的时阵，你拢将你的时间拨来伫教会服侍上帝。你的厝人的代志，上帝乃袂替你拨时间来照顾你的厝人的产业咧，照顾你的囝儿咧，乃袂讲，互你有智慧来教育你的囝儿。亲爱兄姐，家庭要喜乐，要复兴，对侍奉上帝开始，阿门吗？一个人，一个兄弟，一个姊妹，伊若伫教会常常在行踏，常常有上帝的话之外，常常关心上帝圣殿的事，因为伊的心就会清气，就会仁慈。因为伫圣殿内面所讲的、所看的，是关心，是帮赞，拢是对圣经来的影像。所以，咱伫教会侍奉上帝的人，就是咱的家庭喜乐的秘诀之一。兄弟姊妹，你搁家想，假使你伫教会无有任何的侍奉，嘛无来礼拜，你若有侍奉搁较好，因为迄个结连的时间搁较长。所以上帝为什么伫世间要互咱有即个教会？因为上帝爱咱甲伊同工。啊无你若伫厝，你无伫教会有侍奉，请问你有啥物代志会当甲上帝同工？拢无呢，哈！所以咱会当伫教会有一个侍奉，有一个侍奉，你甲上帝的关系，迄个结连。嘛会当诚做常常对你的嘴所讲出来，伫家庭分享的，因为你伫教会侍奉，你伫厝内面，你就会常常分享。伫教会的服侍是啥物款的喜乐？我关心迄个人，迄个家庭有啥物款的见证？这遮的就会诚做你伫家庭内面一个好的氛围。你的家庭的人听到了后，伊的心自然就有感动。阿门。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内面。又讲，咱透早着磨，然后嘛是空空。毋过上帝伊讲，若是倚靠耶和华的，要互伊暗时会当安然好困。咱讲安然好困，你真需要这个安然好困，你真需要这个稳定的人，你举手一下。好，请放下，安然好困。真侪人伊透早着磨，无闲甲，暗时咧继续无闲，无闲到近2点，暗时要困的时阵，继续咧想伊的头家甲伊交代的工作，所以暗时无法度好困。亲爱兄弟，伫即个经节咧甲咱讲，咱温困做工本是正常，总是咱过头投入伫咱的工作内面，至到咱无互咱的身躯休困，嘛无互咱的心休困，所以咱伫无闲的时阵，伫无闲的内面得到一成就感，所以互咱无甲上帝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至到咱若规工无闲若定，现代人常常连暗时嘛伫无闲，嘛伫上班，困的时间只有小看。上帝创造人为什么要有迄个困的时间？因为当你困的时阵，上帝才会当做工。啊，无规工拢你做得好啊！当你困落去的时，上帝才开始会当为你做工。啊，若无你拢掠家己做主，啊，我就无用。我的工作遐尼济，我的业务遐尼济，所以伫即个经节内面，所罗门王伊诚做一国之王，伊嘛足无用。但是伊讲，你只有靠耶和华的所有的代志，你若靠耶和华，你的代志会事半功倍。你若是靠你家己，我甲你讲，你无用12点钟、24点钟，你的头家嘛感觉你无用无够，因为咱所服侍的是世界的王，毋是上帝，所以咱就会分别。原来所罗门王伊遐尼有智慧，伊甲即个留落来，甲咱讲，伊讲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要叫伊安然好困。兄弟姊妹，伫咱的家庭若要喜乐，一个暗时若困无好，隔天光你会看伊的面安怎？碰晒晒，敢会好看？袂，所以咱逐个人暗时拢爱好困，有一个安眠。隔天光的时阵，哇，咱的家庭透早起来的时阵，会晓甲讲啊早安，看到伊老早，你透早起床的时阵，看到咱兜的人起来的时阵，你会甲伊讲老早早安的举手一下来。好，哇！
真侪人拢袂讲啊，我请假我着做我的代志无用啊，对无？兄弟，透早起来，看到你的丈夫，看到你的太太，看到你的囝，过去甲伊讲熬早，带着笑容甲伊讲熬早。当你有即个笑容，当你有即个熬早，你会出声的时阵，上帝就为着你宣告，互你的家庭，伫你的厝里的人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阿门。你来甲隔壁，你来甲伊讲熬早，哈利路亚，熬早。咱的囝儿嘛，爱对咱的父母有即款尊荣的态度，这是上帝互咱熬早。华语安怎讲？早安、午安、晚安，安就是shalom，shalom就是对上帝来。早时有平安，中昼有平安，暗时有平安。所以早安、午安、晚安，其实迄是咱基督徒所伫讲的话。好，咱甲隔壁，你来甲伊讲午安，毋是午安哦，午安，好午安。所以咱甲伊看，所罗门王伊甲咱讲，只有耶和华所亲爱，你是毋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哇哦，所亲爱，哇，我亲爱，我亲爱，迄是偌尔啊亲密啦！牧师甲咱讲。所罗门王，上帝予伊一个特别的名。咱知影伊叫所罗门王对无？总是上帝予伊一个特别的名，叫做亚底底亚。咱毋捌听过亚底底亚？咱讲一解。哇，亚底底亚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讲，哇，伊是上帝的哈尼，是上帝的足亲爱的人。你有望你是上帝所亲爱的人无？阿门。爱大声讲阿门。照咱的声好像无啥想要互上帝爱咱，咱是足爱上帝亲爱的人，伊安怎？伊会送你玫瑰花，会请你啉咖啡，会甲上好的拢互你。所以所罗门王，你知无？上帝甲伊讲，你是我所亲爱的。因为所罗门王伊做王登基的时阵，登基做王的时阵，伊第一件做的代志就是去举变，伫遐设立祭坛，伫遐敬拜耶和华上帝。哇！一个王伊登基做王，就任做王的时，第一件代志，毋是伫遐开记者会，伊是去举变敬拜上帝耶和华的所在，然后就去遐设立祭坛，伫遐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伊甲伊的家拢侍奉耶和华上帝。然后伊暗时伊去困，伊去困的时阵，伊讲啊，耶和华上帝，今仔日的事我拢做了啊，敬拜上帝嘛做了啊，我要安然好困咯。上帝伫伊好困的时阵，就甲伊讲啥物？就甲伊讲，所罗门，我要互你智慧，我要互你丰富财产。哇！伊困落去了后，上帝就甲即个福气变互伊咧。所以你甲看，你是咱做工，暗时把握时间，该当爱困就爱困，因为上帝要互你礼物。你若无爱困，你的礼物就无来。所以所罗门王伊得到自古以来上有智慧的人，嘛是上好业的人，伊比马斯克更较好业呀。伫圣经所记载内面，所以咱看见原来一个侍奉耶和华上帝，伊的家庭会得到喜乐甲兴旺。阿门。所以咱是上帝所亲爱的，那安尼你就看到讲，我是上帝所亲爱的，我会当对我的家庭有影响力，我会当真做祝福，我会当真做光。阿门。所以你来甲隔壁，你甲伊讲，你是亚底底亚来。好，亚底底亚是啥物？恁等下甲第二场的讲，你甲讲，你是亚底底亚，看伊安怎甲你回应。你要安怎甲伊讲？来，你甲隔壁讲亚底底亚是啥物意思？好，所以你甲伊讲，你是上帝所亲爱的人。你甲伊讲来，你是上帝所亲爱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当恁讲即句话的时阵，我看见咱每一个人好亲像转去到伫囡仔的时代。我看见上帝对咱
有真大的欢喜，迄个笑容咱好亲像每一个拢亲像10岁的囡仔共款，非常非常互上帝欢喜。所以咱学习所罗门王，咱所建造的家室，咱要饲囝养儿育女，咱爱归伫上帝。所以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阿们吗？是，所以我的家就会当喜乐兴盛。这是一个真理。你的家若无军队伫教会，无有教会生活，家庭无有基督的生活，你对即马开始重新来改造、改变你的家庭。因为当你的囡仔、你的后代，你无用上帝话伫伊的内面，咱知，伊伫10年了后，伊就会反正。迄款的反正是啥物货？就是伊会对着社会的世俗，伊就无爱插爸母，伊嘛无爱顺服爸母。所以咱为着咱的囝儿伫后一代，伊有愿受上帝祝福。那安尼第一重要的就是咱全家爱侍奉耶和华上帝，伫教会敬拜，伫教会侍奉。阿们。所以咱看第二个秘诀是啥物货？基督是五家之主，上帝是咱所侍奉的。耶稣基督是五家之主。牧师来问，你的厝里有吊即个五家？基督是五家之主的即个匾仔，请举手。哦，感谢主！牧师在准备的时阵，我就想讲，以前吼，我拢有看到即个匾仔有吊伫人的厝内，我感觉讲迄是挂好看的。但是后来牧师慢慢感觉，上帝，我甲我的家要侍奉上帝。基督是五家之主，这才会变啊！伊的字一个调起来了后，你敢知？迄个发出的影响力甲效果，就是当你调起来时阵，这个就要成做你的厝里内面的固守。因为你有信，所以你会家己调起来。所以基督要成做你的家庭的主权。阿们！你要娶某，你要买厝，你要做任何代志，因为你已经甲耶稣基督讲，甲请你嘛，讲耶稣基督，你做阮家的主哦。所以我要做这件代志，你爱甲我负责任哦。是，所以咱的家庭，牧师咧，其他咱每一个家庭拢会当调一个基督是五家之主，无有其他的信仰，你来到伫咱的家庭，包括咱娶的新妇，咱嫁的囝婿，咱厝里的人，包括囝婿迄边无信主的，新妇迄边无信主的，看到这个匾仔了后，你毋免讲啥物款的话，你家讲，这就是阮兜的家训，好好。你若袂，你就嫁入来；若无，你阁考虑1个月啊。咱爱有咱的信仰的权柄、甲规律、甲原则。阿们。好，所以咱五家之主，咱就看到，咱顶礼拜牧师咧讲到，以色列人因这段伫迄个会幕内面，以色列因不断抬羊啊、抬牛在献祭。因若犯罪了，因就爱献祭，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就无搁献祭。所以咱即摆有在献祭无？咱无亲像过去抬羊、抬牛，咱即摆献祭就是礼拜日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大家互相的祈祷，然后大家伫遮全人群体伫遮来敬拜上帝。所以古早伫过去旧约因的这段的祭拜。即马伫咱的内面，现代咱就是伫教会内面，诚做是一个祭坛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死，所以加西的约翰伊就讲，看上帝羊羔就是除去世间人的罪恶，所以伊即个是除去，咱讲除去，所以耶稣基督来，毋是甲咱掠砍哦，旧约是掠砍，但是到新约的时阵，耶稣直接除去。迄个除去是啥物货？好比讲，我穿这是白色的外套，对无？我这白色的外套，然后呢，内面有一个污点，我安尼扛起来，咱有看到无？无看到，是。但是呢，假使我今天衫来个开开的时阵呢，咱就看到，这就亲像好亲像咱的人的污点。耶稣基督来了后，耶稣基督伊将咱的污点甲扛起来，好，将咱污点扛起来了后。毋啦，安尼，佮甲咱的污点拭去，所以咱这领衫是清气的。毋管你看外口，看内面，上帝看咱就好亲像看到宝血顶悬的耶稣基督。
好亲像看到你，用看耶稣基督来看你，所以耶稣基督是无瑕疵的。也上帝看你的时阵，你嘛是无瑕疵的。阿门。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死过活，赦免咱正人的罪，就是安尼。所以伊才有讲，伊讲今日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真正其他的宗教，伊讲啊，我这囝有够歹摇饲，小欠债。啊，我嫁即个翁，娶即个某，小欠债，有听过无？所以伊感觉囝儿是债务，嫁翁是债务，娶即个某嘛是债务，这是完全毋对的。咱的上帝讲，囝儿就是咱的产业，阿门。这就是恩典。亲爱兄姐，咱拄则咧讲家庭，迄个家爱诚做喜乐福兴的，迄个家也搁咧讲，就是你家己本身。所以咱每一个你嘛是一间厝。你家己本身嘛是一间厝，迄个厝就是圣经所讲的灵宫。来，咱讲灵宫，圣神要住伫你的内面。所以咱兄弟姊妹伫遮，大家三合，然后掠基督做咱五家之主。你是基督做恁兜的主，你是将基督做恁兜的主。咱大家拢有同心合一，敬畏即个上帝。所以咱兄弟姊妹做伙伫遮的时阵，就诚做是一个灵宫。互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咱每一个拢诚做灵宫，所以这个教会就诚做圣洁的教会。兄姐，伫经节内面又讲，咱这个少年所生的囝儿，亲像勇士的钱。咱敢知影少年是指几岁？恁感觉少年人安尼，咱是毋是照这个圣经，咱大概拢差不多18岁就来生囝？敢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少年，伫圣经内面所讲啊，是40岁进前拢叫少年。所以你若是40岁生，你嘛是算少年。所以讲40岁所生的儿女，就好亲像迄勇士手中的钱。咱知影，迄个手中的钱是啥物？安怎造型的？安怎造成的？所以咱若要诚做耶稣基督伊迄个钱，迄个钱是真厉害，会当攻击迄个对敌的，就会当攻击迄个对敌。所以，迄个钱是有气力的，迄个钱是有目标的，迄个钱所代表是啥物货？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兄弟姊妹，所以咱要互基督诚做咱兜五家之主，咱互耶稣基督上帝喜乐充满伫咱的家庭内面。拄则圣经咧讲迄个钱，迄个钱咧要选一件钱，敢有简单？咱台湾人无咧。写钱，我嘛要写钱。迄个钱吼，你若要储钱的时候，你爱去看迄手机。手机你着爱拣去较直的，然后迄个韧度较好的。所以迄个钱咧，要安怎甲伊做成？你爱甲伊找一个手机，然后咧，你爱甲伊用个直，搁爱甲伊笑真尖，才有法度，甲迄个歹人甲拍死，对无？然后你爱甲伊用迄个箭头，搁有迄个羽毛，爱互伊平衡。所以要做一支钱，爱有真济几百道的工序，才有法度做成一支钱。亲爱兄姐，咱敢知影？这个钱在讲的是啥物？咱做父母的，咱的囝儿就亲像咱的钱。钱爱经过，爱甲用好直，爱甲磨过，磨好尖。这在讲的就是，咱爱投入伫咱培养咱的细汉，咱的囝儿伊的信用。伊的品行，伊的道德，伊的思想，伊就亲像一支钱。你做老爸，你就爱帮助伊，互伊会当会尖，互伊会当会直。伊若有歹个性，你着爱甲超直；伊若有无好的念头，你着爱为着伊祈祷。所以做爸母的拢爱诚做钱的师傅。阿门。兄弟，你对你的囝有安尼教，有安尼来甲伊教师该教导无？所以你的钱，咱的钱是要写出的，还是要写入来？唔知影？钱要写出去的，撇出去，还是要写入来？写出去。所以咱的囝儿培养了后，伊是要出去，伊要出去创啥？出去佚佗？毋是，伊要出去贡献，伊要出去诚做见证。所以每一位在座的父母，你的角色，父母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所以咱爱训练咱的囝儿，互伊成做一支箭。好的箭，毋是毒箭哦。有的囡仔大汉了后，伫遮个社会内面做恶做毒，这是毒箭。总是咱做的箭，是上帝的箭，阿妹嘛，上帝的箭。所以，咱甲基督成做咱家庭的主，互咱的囡仔伫咱的家庭，就会当看到即个边仔，知影耶稣基督是我的信仰，毋是安尼尔，带伊来到伫教会，做伙甲伊侍奉上帝。你的家庭的确要喜乐，的确要兴旺。所以，咱甲上帝同工。咱就是上帝所建造的田，咱嘛是上帝所起造的厝。所以伫咱的内面已经有好的根基，迄个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呀，牧师伫即礼拜看到咱的兄弟然后有一间厝准备要搬入去，所以咧，我就看到小组员拢伫因兜做啥物代志？拢伫因兜在油漆啦。咱的组员这个组员就是咱的志豪执事。志豪确实伫伊的家庭内面看见上帝所要起造的厝，若是家己着磨，空空着磨，总是若出伫耶和华起造的，伊就要得到喜乐兴盛。感谢主，咱的志豪执事，伊是一个真拍拼的人，但是伊拢无有家己的厝。到伫旧年的时阵，伊还佫甲牧师讲：“牧师，我想要欠钱，然后我想要来找一间厝。迄间厝，我希望的就是会当甲教会、甲咱永光教会距离较近的。安尼，我随时会当来教会服侍。牧师，教会若有啥物代志，这爱修理、遐爱顶，我就会当随来。因为伊即摆搬去较远，伫双河病院遐，伊感觉安尼就离教会较远啊。伊认为爱伫教会隔壁。哇，等于伊旧年才搬去了，旧年。”所以大概住差不多1年的时间。伊即马，上帝就互侍奉耶和华上帝，上帝赏赐伊产业。伫顶个月，才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发生伫志豪的身上。伊阿哥就甲伊讲：“志豪，你即马大了安那？”伊讲：“我著共租1个月爱偌济？”因阿哥无讲第2句话，电话举起来。就敲电话给一个对方，甲伊的厝卡讲：“嘿，我的厝，互你住到4月底，我的孙仔要来住。”嘿，咱听到什么？听到上帝的祝福，竟然透过伊的阿哥，这是完全无想到的。牧师伫过去，因为伊要买厝，我若听到咱兄弟姊妹什么人要买厝，你知无？牧师呢，拢藏伫心内面，然后看到电话条有打倒一间买厝，要卖厝。什么所在偌济钱，我拢甲伊翕相起来，然后传互咱的兄弟姊妹。恁有厝摕无厝摕？你敢知牧师足关心的呢？呀，牧师过去嘛一直传互志豪，甲伊讲迄间厝介绍安怎，可能去看者。到伫1个月，伊即马迄间厝卡已经搬走啊。迄间厝即马伊阿哥要互伊住，然后伊的组员。就去因兜，足欢喜的，甲伊斗油漆。兄弟，你的小组，你若要搬厝，你的小组会甲你斗搬无？咱永光教的小组就是遮尔厉害，要生囝的嘛会当甲你送，甲你做 Uber。哇，咱的兄弟姊妹就是遮尔热诚，这就是咱小组带来迄款，若是家己的家庭，喜乐兴盛，然后你的小组就会兴盛。就会兴旺，就会喜乐。哇！我看因伫遐油漆，大家拢笑甲欢喜甲。然后组长就带因伫遐 RPG， 伫遐导读，就伫迄个伫油漆的迄个厝。伊讲后个月准备会当搬入去啊！哇！伊阿哥甲伊讲，做你大甲你见主的面，阿妹嘛。所以上帝所赏赐的。哇！赢过咱一世人的劳苦着磨，阿们。这是一个分享伫咱中间一个活的见证，上帝要祝福伫咱，阿们。所以，咱的根基是什么人？咱的根基是什么人？回答来，耶稣基督。所以，咱的家庭会当喜乐，会当兴盛。秘诀之一，第一个是什么话？我甲我的家要侍奉
耶和华上帝。第二咧，什么人是五家之主？耶稣基督。恁会当去校园书房，也是甲贵人点看有迄我和我的家必侍奉耶和华，基督是我家之主，会当去点这两个匾啊，来吊伫你的厝，互你的后代拢掠这成做恁兜的文化甲精神。阿门。所以基督是五家之主，我的家逐工幸福。阿门吗？咱来做伙讲，基督是阮兜的主来。我的家逐工幸福。阿门！上帝祝福伫咱，当咱拄则所听的，这喜乐兴盛，拢要进入到伫你的内面，所以你的心爱不断讲阿门，阿门。来，咱来导读咱的金句来，上主来请，上主伊诗篇127篇第2节，搁一摆来，上主所听的人，伊互伊好困。诗篇127篇第2节，你来甲隔壁来讲来，你甲伊讲，你是上主所听的人，要互你好困。来，哈利路亚！搁过来，你讲，我是上帝所听的人，来，我逐工拢好困，所以你会当好困，是上帝互你好困，你就毋免为着你的工作。明仔载要搁做啥物？活伫遐看路，暗时困袂去。会记住，好困是上帝赏赐互咱的本能。好，所以咱知影，咱若歹困，也是有啥物款的情形，咱要倒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你侍奉上帝的态度，你掠基督的态度是啥物货？所以这遮的拢会当互咱的家庭得到答案。所以你的家甲你的囝儿，因是毋是拢完全信主啊？那阿袂，请你爱甲因传，甲因讲，上帝是咱所侍奉的，基督是咱兜的主宰，所以一定要勇敢。伫今年2025年是咱全家归主的年。牧师伫遮宣告，互咱的正兄弟姊妹，伫外邦人拢要归伫耶稣基督的时，咱的家庭。咱遮也未信主的厝里的人，拢大声来归伫耶稣基督的名，互因早早得到福气甲恩惠。阿门！哈利路亚！上帝祝福伫咱。来，咱这个时，咱要用这个回应诗，咱要来回应。请咱起立，来用这条诗歌。喜喜来唱歌，咱三兄
在，就是天堂。后礼拜日是母亲节，咱的教会有举行，透过邀请一个家庭组织，咱要透过食饭来建立更加美满的家庭。所以兄弟姊妹，咱后礼拜咱要唱一条歌哦，好啊，所以咱伫这礼拜咱会当先来唱啊，会当互咱更加会当带领这个新的朋友伫聚会中间，因会当去感受咱的娱乐的美妙，咱对听的肯定。阿门。所以无这时阵，咱为着咱后礼拜母亲节这个庆典来祈祷，这是一个报道会，是一个祝福家庭的机会。咱开声为着咱后礼拜母亲节的这个庆典，咱来祈祷来。主，阮多谢你，哈利路亚！阮奉你的名要讲，阮的母亲节的庆典是祝福的，是带出救恩的。主，阮多谢你，阮到目前，阮已经预办好势，有520个人参与伫这个中间，有真济的妈妈要来到伫这个中间，也有这个家庭全家要参与伫这个庆典内面。上帝，你的灵温柔做工，特别伫这个礼拜，阮教会所要举办的一切，拢会当真完全好势，通互阮整个的敬拜的产业、的喜悦、的祝福，拢带出恩果来。主啊，你是阮的主，阮倚靠你，求你帮助，阮所有同工用心献上的顺，一款合意的心志，得着主你的欢喜感。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上帝帮助咱。是去要听的创造，每一人有上水的美梦，咱着爱去出山听，有一帮赞，用咱的名，予世界来改变。咱三听是上帝心疼咱，虽然咱无同款，永远都认定，欢欢喜喜来唱歌。咱三听是上帝心疼咱，虽然坚强也唔通靠家己命，原谅别人，为笑容，有你听的所在，就是天堂。咱三听是上帝心疼咱，虽然咱无同款，犹原斗阵拼，欢欢喜喜来唱歌。咱三听是上帝心疼咱，虽然坚强也唔通靠家己命，原谅别人，用面笑容，有你听的所在，就是天堂。原谅别人，用面笑容，有你听的所在，就是天堂。阿门，阿门。咱的家庭亲像天堂一般样，这是咱所深信的。愿上帝祝福咱，将这款的心意放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让你描述我秒转弯，星星感化，会滴归来，不到
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曙光分享，请周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其实咱潘牧师，伊早暗吼，伊其实这2礼拜拢一直扫。早暗吼，看厝内无清气，伊扫几届你知无？扫4届，后每一届拢爱扫5分钟左右吼。早暗吼，你个知影11点开始，到下晝6點扫4屆，安尼分4屆扫，安尼就知影阮昨困了偌好势吼，对无？哇！所以我下晝6點甲講，不要緊，你今仔日禮拜日若閣要掃，我就替你講，好吧？總是感謝主，咱看伊拢無掃對無？哇！這是上帝恩典。阮來伊若掃，我就叫伊來台頂個對都袂掃啊！哇！感謝主，服侍主的人，上帝拢保守哦，阿門。所以咱真歡喜，會當看見咱5月總是咱會注重咱的家庭，這是真重要。有影照潘牧師所講的，聖經對頭到尾攏在講家庭。那安尼咱的生活嘛是對頭到尾攏愛思考咱的家庭，阿門。所以這是必要的，因為這是上帝互咱世世代代傳承的一個基礎啊，對無？這個基礎若破去，要安怎傳承？就無世世代代啊。好，所以願上帝幫助咱吼，感謝主。好，來咱來看今仔日這個禮拜的導讀吼，今仔日的導讀吼，來，恁着警戒以色列人，毋通違反清氣潔淨的條例利未記15章31節 A， 擱一解來，恁着警戒以色列人，毋通違反潔淨的條例，利未記15章31節。所以像安尼，這嘛咱嘛當導讀講，我宣告，我無要違反潔淨的條例，阿門。我宣告，我要成做一個清氣的人。是聖潔的，是上帝所歡喜的，阿門。因為主甲咱講，伊是聖潔的，咱就愛哪，咱清氣，才會當來到佇伊的面前，阿門。所以咱繼續哦，咱繼續努力，互咱每一日攏有上帝的話語，對着教會，這個讀聖經的進度繼續行，這個手抄的每一節，牧師攏已經盡量用甲對啊，較對，對毋對？目的就是互咱逐日攏會當對的，安怎樣吼？來上帝幫助咱，這禮拜咱繼續讀利未記15章到23章吼，對。當然後禮拜咱會去到佇這個狀元樓來遐慶祝母親節上帝互咱會當繼續佇這個讀聖經的內面來進行。好來，咱後禮拜咱3場做伙。要到佇狀元路的所在吼，咱9點半，咱9點半就愛入去哦，因為咱有500幾個人，這個因為這個空間咱會甲平常時的禮拜，這個空間無共款，因為攏有這圓桌對無？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提早去，你若邀請朋友的，
请你一定甲伊讲9点半就伫遐集合，好无？吼，安尼咱会当有特殊去，咱拢有照位来的哦，照位摆好势，会当互咱兄弟姊妹会当分开吼。咱毋是讲特别咱服侍当中每一道拢一定有一个咱的道长，这是咱教会办即个产业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伊会当带即道的人，毋是干那食饭尔，会当互即道的人气氛是真好的，会当鼓励因，介绍因入捌永光教会，对无？这是咱最重要的目的哦，因为这嘛是咱报道会的一个机会吼，所以毋茫咱会当注意这件代志。搁有咱有报名者吼，特别请小组长来注意哦，到拜四下晡5点下班以前哦，爱汇报，互咱的干事知影，搁一摆确定。你即组到底咱报名的即个会当来的情形是安怎？即个是真重要，因为咱最后若有必要，搁爱安怎调整的时阵，咱搁有能力会当互咱来备办，安尼好无？所以即个部分，请咱小组长特别来注意哦，来甲咱的小组的成员，即个名单你拢是你报起来拢知影哦，所以毋茫你会当来努力即个代志吼。好，伫咱昨昏有讨论，因为咱有52块桌，所以人真济，咱若去到伫迄个状元路餐厅，咱若要比较报道，因为咱爱知影即个人坐即个桌，所以咱嘛有诶，因为迄一工吼真济，佮咱教会以外诶人拢伫遐咧食母亲节的餐，伊若走毋着走来咱遮咧，所以咱拢爱对名，吼。咱拢爱对名，即马咱迄一工若对名报道，哇，爱排足久诶时间，因为咱500几个人。所以，咱伫即礼拜开始，咱的组长爱特别注意，你爱家己问你迄组你要带的人，有的人一组带40个人，吼。所以你毋管带几个，你爱先甲你的小组员，你家己本身用 Line 也好，你要出席好，迄个德辉兄伊要出席，彩弟做出席，然后你伫你的 Line 顶悬，你着甲打勾，然后小组长，你的组员伊要参加的时阵，确定要参加，然后甲你报道，这叫做预约报道，吼，先甲你报道，然后你拜四以前一定爱传转来伫小组长群组，互咱的干事做一个总统计，安尼的话，咱到伫礼拜日，咱伫遐，人若到的时阵，组长就会当直接带伊去就桌，坐伫伊的位，安尼，吼，所以即个中间。就是要互咱节省迄个报道的时间，然后咱每一个人去拢是坐桌哦，可能有的人无参加食桌，吼因为呢，咱伫即届母亲节真好，就是要送咱的妈妈，除了花以外，咱阁有一个真好的礼物，要送互咱的妈妈。所以我毋知影你若是无参加伫后壁宴会。因为咱的礼物有可能伫后壁宴会要送我，迄个时阵你无食到，你礼拜了你就走，所以这拢会当先甲咱的同工讲，安尼你若有来礼拜，安尼就有互你即个礼物吼，即个礼物是非常价值的，是真好的礼物，有来参加，咱就会送互你吼。OK， 好。好，来，咱今仔日因为咱会当摕到即个母亲节的卡片，即个目的就是讲要互咱。会当伫即礼拜就会当客转去吼，今仔客转去了，伫内面你就会当写祝福妈妈的话吼，祝福妈妈的话，所以伫迄天咱就会当伫现场，伫迄搭遐嘛，互妈妈一个惊喜吼，就是咱家己的囡仔所写的送互妈妈吼，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卡片，咱会当好好来使用。所以咱伫即礼拜会当摕转去写，丈夫会当写互太太无？会当啊，孩子的妈，当然咯，孩子的妈你真伟大吼，所以咱即个印较大张，所以有较薄因为吼咱会当较大字来写，然后咱写吼，咱家藏起来，礼拜日母亲节的时候，你嘛藏起来哦，免一去就去互你的妈妈，毋免。牧师会讲来，咱即摆有一个咱的厝里的人有一个小礼物要送互咱的妈妈，迄个时阵牧师讲的时候，你才甲伊摕出来。才送互你的，送互妈妈，还是送互你的太太？
给女人，美丽的女人。所以等去先写，然后礼拜你早咧藏起来，牧师叫你摕出来，早摕出来，安尼哦，吼 ，OK。好，好，啊，各位就是讲，咱会讲哇，啊50几块的，阮去的时阵到底要看，要安怎知影我坐对一块的，免烦恼哦，吼。基本上，咱的现场会大荧幕，咱会走遐个倒声，你是第几个的，这个名，拢会当出来，有无？啊，咱若甲小组长吼报道了后，小组长小组长，咱即礼拜中间爱报道预约报道。你若预约报道了，咱的干事就会传你坐第几桌互你啊。OK， 吼，所以咱即礼拜你就拢会当知影。 OK， 好，啊，伫现场咱有缘会小姐咧吼，啊，大概咱嘛会当真紧看，因为咱过去的一个经验就是伫现场，咱若有缘5秒一部5秒一部，迄个名单嘛会当真紧看到。即个圣诞卡，咱等下礼拜刷了后，咱来伫后壁摕。啊，你一个人会当摕一张，啊，你可能有太太，啊嘛有查某囝，啊，说你会当摕3张4张，哦，拢会使吼。咱伫后壁结束了后，家己来摕吼。好，来继续来。所以今仔日啊，咱第2场礼拜刷了后，请咱的同工甲庆典迄天服侍的同工啊，伫礼拜刷咱伫遮来集合来要祈祷甲说明会吼。好，咱伫拜六啊下晡点半到5点，咱有母亲节庆典的即个节目的总彩排吼，啊，即个名单的时间拢有写好势伫周报，请咱注意来看。好，多谢。咱继续啊，左右幸福小组在进行吼，目前咱有认领是1212个人吼，请咱继续啊，为着六个人啊，一礼拜6摆，然后。为着因6636吼6周安尼来祈祷，为着一个人祈祷36摆哦吼。好，这是咱的幸福左右的第3礼拜吼，多谢感谢主。继续咱嘛有即个备课，请咱的即个副长来注意。这是儿童Super Kids Summer Camp 对哦。对，这个营会就对了哈，所以咱请有囡仔还是咱隔壁有熟悉的，咱拢会当来招因参加。好，咱继续来为着咱的信智长老来祈祷伊昨昏做伊吼，佫有去做即个检查后礼拜会有知影，佫有一个，我相信上帝听咱众人的祈祷，互伊的结果拢是。伫主保守内面的吼，咱也继续为着由圣意就是立校的老爸来继续为着因的需要来祈祷。即个礼拜拜二咱要举行所谓庆祭的个别礼拜所以咱来注意即个时间，等下咱9点伫迄天吼9点半，咱有去参加的，咱做伙要来唱卫诗。这条恩典之路哈当然，伊是伫至善餐厅哈，就是景仰楼的至善餐厅，就是较旧的这边较路口这栋的2楼哈，请咱来注意哈今仔日咱的基正基店嘛拢有来参加伫咱的第1场的礼拜咱为着这个个别式来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帮赞互因搁较看见老母。对因的疼体会将这个疼好好来传落去吼。咱的这个服装吼，特别咱有商人若要参加，咱顶管咱穿白色的衫，下面就深色的裤子，上面是浅色白色的衣服，底下是深色的长裤。OK， 好。好，以上请咱继续来关心咱教会这种种的事，伫祈祷内面来献上祝福。伫这中间，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来吟一条诗歌。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信心来祝满你，短望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咱彼此来祝福，哈利路亚。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属大福气。来，多谢主。
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关灵的恩典显明伫恁大人一家的中间，也愿圣神扶持，互恁一家每日充满欢喜的笑容，每日有上帝话语的滋润，也每日有丰盛，通成做美好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愿上帝继续引导咱每一个的脚步丰盛、有福气、有能力。阿门。请坐，咱今日暂时到这。咱伫外口来摕这个卡片哦。会记住后礼拜咱无伫这个所在礼拜哦。后礼拜9点半直接去到状元楼吼，直接去到状元楼。I see the edge, but I know below me. Your love is waiting to catch. I'm falling into you. 'Cause no one's gonna love me like you do. Alright, I've got nothing to lose. So can't stop, 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